會承擔，佢話喺嚟。好啊，歡迎大家收睇《大明大放》節目。咁咧，未開始已經咧，即係咁多爭論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作為香港大學1992年法律系畢業生咧，我諗我係最兜踎嗰個港大畢業生嘅，因為咧事業一事無成啦，又對香港大學冇貢獻，所以上個禮拜咧，真係冇被邀請去李克強嚇，唔係李克勤嘅呢個嘅即係儀式啦。咁但係最後發覺咧牽連大波，因為我嗰陣做緊直播節目，突然間畫面見到一個兩位我哋嘅師弟俾人咧撳住，跟住嘭一聲閂門咧，我個心都實一實，即刻講咗吳克群3個字。sorry， 原來吳克群咧同何超蓮咧有緋聞。咁所以我呢個腦咧就諗到頭都大。咁直到今日呢幾日咧，好多事情發生咗。特別係徐立之校長咧，終於今日咧，亦都第4度咧發表一個聲明咧，話俾大家聽咧，言論自由咧係最重要嘅堡壘。咁但係另一邊廂嘅報紙咧就18條字咧，就係千幾名嘅即係港大舊生兼一啲香港市民咧，係強烈咧係反對咧，同埋強烈咧係呢個譴責啊！今次咧即係警方咧香港大學校園咧非法禁錮咧就2位呢一個嘅香港大學學生，兼且咧加埋咧就係無理咧係阻礙咧學生嗰個嘅示威遊行。咁呢啲當然唔單止咁簡單，係牽涉到其他更多嘅嘢。點解間大學可以咁樣做咧？係嘛？咁背後徐立之校長咁樣講嘢説話，各位舊生收唔收貨咧？咁今日甚至各位學生收唔收貨咧？就嚟開學咯，莫非要做啲嘢？今日咧，我哋請位3位人士咧，上嚟同我哋講下。咁左手邊嗰位咧就係陳慧敏啦，嚇有份就即係完全聲明啦。95年啦，香港大學嘅學生會副會長咧，內務副會長，咁啊亦都係亦都係港大理學院嘅畢業生啦。咁啊，齋 Sir。係嘛？大家見佢劈呢個政府劈得多啦。咁原來劈嘅原因咧，就因為佢由細到大咧，即係讀書勁之外咧，去咗香港大學理學院畢業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香港大學專出呢啲嚇，而家亦都係浸大中哲系嘅高級講師。咁我對面嗰位咧就係崔偉恒嘅，原來都係港大學生會呢個內副定係外副？外副啊，專搞嘢嘅。咁亦都係港大社會科學院嘅畢業生嚟嘅。咁啊3位裏邊咧，我啊〜未做過內副，又唔係外副啦，我又唔係學生會。不過咧，即係我睇落去個心都實咗，一定要問下齋 Sir，喂，呢個徐立之都褪到而家話致歉啦，話言論自由堡壘，點解啲舊生都唔收貨啊？嚇，收貨啦，係嘛？梗係唔收貨啦！港大係作為香港嘅嗰個精神堡壘之一啦，可以咁講，加埋中大啊，加埋其他大學，咁嗰個係香港嘅招牌嚟噶嘛？你李克強落嚟都係為咗香港呢個招牌，係嘛？咁你諗下呢個香港招牌，俾你一招。即係道行喪晒佢，係咪？係咪？嗱，即係而家我會形容咧，呢個叫做咧香港太監化，然後咧就港大忘年戀，即係港大忘年戀咧，即係話咧佢忘記咗佢100年嘅傳統，然後戀上權貴，呢個叫港大忘年戀。咁啊，香港太監化唔使講啦，揾啲咁樣嘅禿鷹，好似馬尼拉警察首長咁樣嘅垃圾，警察總長嚟到，即係所謂 manage 個示威，咁樣。即係出呢樣嘢咯，咁嗱而家其實係應該成個港大領導層要負責，要搞個獨立調查。咁但係個傳統不嬲都係殖民地大學㗎啦。係啊，佢係殖民地大學，唔係咁佢都有一個所謂 undercurrent 嘅自由主義同埋民主嘅傳統喺裏邊㗎嘛，有個革命傳統啊嘛。殖民地大學咁，我哋咁多年我哋中意示威遊行，我哋喺大學入邊我哋有我哋空間嘅。即係英國佬都要省你個招牌，就係話香港大學有自由。就係因為嗰種遺產就不斷為港英提供即係人才啊等等，又成立香港大學100年前。唔止淨係為港英提供人才，亦都係其中一個引入西化。咁就係因為最近2個即係校長以至其他管理層好想洗脫呢一種咁樣嘅遺產，咁好着急咁樣去討好即係政府啦。佢哋而家咪即係等於差唔多高鐵追尾事件咯，即係中國大陸呢個高速西化嘅鐵路20年前6·4跪低咗，由20年之後香港就撞埋去同佢一樣咁樣，變成一個第3世界化嘅即係獨裁式嘅。都未到咁嘅，因為我諗大家都好多。你諗下，警察入去大學咁樣周人咁樣禁錮法，仲唔係獨裁？我諗你嗰陣時，李君堯嚟到，咁學生去示威都可以去到呢一個圖書館附近去拉橫額。咁但係今次嚟到，即係你要甚至名標就係彭定安啦嚇。係啊。咁但係今次係去到梁球居樓，已經係俾人即係閂翻門，非法禁錮。佢同我啲市民解釋下梁球居樓喺邊咧？因為梁球居樓咧，我由讀咗3年法律系咧，喺嗰度出沒嘅。咁嗰度咧離開本部，即係有人頒獎嗰個位咧，起碼一條街，嗰條街係超級大斜路，中間仲要再有標有
建築物擋住嘅。係啊，仲要行入去咧，唔好以為荷花池好靚啊，已經好多差人個位度。好簡單，其實好簡單，你俾人奸咗都冇人聽。我想講唔止。你要行入去，行過去，根本嗰日係入大學已經要搜身啦。咁呢個先係我哋最嬲嘅地方啊！喂，我係學生，我係教書，我而家翻入我自己屋企，我喺入邊做學問，我要俾人搜身，呢個係一個侮辱嚟㗎。係嘛？咁又再韞住啦，所以我要問下陳慧敏啊，你哋搞咗咁嘅聯署聲明啊，裏邊都措辭都好嚴厲喎，高度譴責啊徐立之喎，係嘛？咁佢已經褪到言論堡壘、言論自由堡壘啦，要致歉。咁點解呢？嗱，我先要講，我哋呢一個聲明係818寫嘅，818係好老實講盛怒下嘅寫法。咁咧，我哋而家所以我哋喺度講咧，我哋今日去到星期五，我哋有一個集會，星期五晚上7點15分喺港大圖書館出邊嘅集會。我哋已經講，我哋要邀請所有嘅校務委員會成員，因為好似你咁講，唔係淨係徐立之。所有港大嘅高層啊，管理層集體負責制啊嘛，所有校務委員會嘅成員，我哋邀請佢嚟。仲有就係所有副校長啦，即係我哋都邀請院長、department head，所有嘅管理層，我哋希望你而家聽翻個社會對於今次嘅處理手法，即係佢今次嘅殺死自由，我啲人就話我中文唔啱啦，但係我真係覺得係將佢殺咗㗎已經。咁即係成件事，阿徐立之係一個 figurehead 嚟嘅啫。咁佢咧就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又忠忠直直，佢好肯孭晒，直直就出嚟做咗 professor statement， 出完一份又一份。咁但係其實好似你頭先都提，我哋覺得唔係淨係佢一個嘅問題㗎，係成個港大管治管理層唔該請嚟聽翻社會嘅聲音。係咪？問下崔偉恒先啊，點解讀？點解要保安嚴到咁，連大學校園都要咁？我諗可以比較，譬如97年6月。確身之處，當時嘅警戒線喺益和道校長府外邊，咁都係校長府門口嗰位。唔係嗰陣時邊有警戒線啊？有警戒線啦，叫做我喺度㗎。嗰陣時有個檢閘督察口冇警戒線。嗰陣時3、4千名市民聚集，就冇警察嚟過嘅。所謂警戒線啊，警戒線啊就喺興漢道啦，同埋喺黃克競。咁其實遠咗好多，封校咁滯。咁你職員同埋學生即係都要搜到徹底搜查先可以入去。咁其實嗰個位已經去到過分嗰個位。即係已經去到係不能接受嗰個位啦，侮辱性。咁所以有個講法就話：喂，其實啊，吳克群啊，唔係你李克強咧，即係俾人主動邀請啫。因為其中個羅生門幾過癮嘅，到而家我都疑團未釋嘅就係，究竟係香港大學主動邀請佢啊？定係話咧，佢係自己想去，所以冇話應該搞獨立調查。咁究竟點解咁奇咧？話阿齋 Sir，你覺得係邊個邀請邊個啊？定係喂，其實喂呢個好容易係即係你暗示我邀請啊嘛，係嘛？你暗示我邀請咁奇咧？即係如果唔係有乜理由你個暑假呢個時候咁樣急急腳走去做？如果你真正做邀請啊，你應該係9月返學咁樣千人宴萬人宴就請佢嚟咁好威啦，係咪啊？跟住座上嘉賓咁樣請佢嚟啦，咁啊撞正佢要嚟送大禮嘅時候，順路上去港大行一行。咁啊要省靚佢呢個未來總理嘅招牌，呢個未來總理聽聞都係幾親民同埋幾重視知識分子，咁你應該俾啲雅量去表現出嚟，就即係你喺側邊示威去聽到，咁佢都覺得冇所謂，咁咪係比溫家寶更好嘅將來未來中國影帝咯。你而家唔係，你而家全部扼殺晒佢嗰啲咁樣嘅即係表達風度嘅聲音，呢個就係香港太監化。咁啊要問下陳慧敏啊，頭先我一路睇住你哋嗰篇嘢咧，即係我都好有感觸啊，係咪？即係係啊，因為實際上咧，我成日覺得香港大學嘅傳統咧就唔係揾食嘅，不過嗰係主流啦。但係一個真正嘅傳統喺邊度咧？就係所謂嘅即係革命思想啊，同埋咧呢個反抗暴政啊，呢個我諗係即係一個香港大學嘅傳承嚟嘅。所以我見到篇文，我心都好噏喎，冇可能俾警察可以入去校園嗰度做事嘅喎，係咪嗱？你以前都見過呢種所謂大人物嚟啊，甚至高官嚟啊，嗰陣有冇搞到咁嚴格？我冇腦嘅啫，不過唔係。其實咧，我哋想講，我哋作為舊生，我哋第一即刻要聯署一個咁嘅聲明，我哋確實係覺得封校呢一個行為，一種戒嚴式嘅做法咧，係徹底嘅不能接受。即係其實咁多年歷史都冇試過，我哋所以真係咁講，即係淪陷咯，進攻。你百年建校，而家就係留咗一個污辱咯。
係啊，啱啱喺正呢個18年嘅時候，就踩落呢個警察或者軍隊進佔校園啲好極端嘅例子，拉丁美洲軍政府右翼政權當道，跟住拉啲左翼學生先會咁做，甚至可能美國嘅 Kent State Shooting 先會拉丁美洲比較，美國都係一次。如果咁樣嘅例子，就係香港會唔會變成即係拉丁美洲？李克強走嚟訪問一下，又冇事發生，又冇人去暗殺佢，又冇咩做咩事，咁樣分。咁另一個講法就係其實港大可以諗咧，點解即係要同呢個保安局講咁耐咧？因為另一個我覺得個疑團未解咧，就係大家究竟係研究緊啊？因為咧李兆光局長喺北京就話啦，我打電話同佢溝通咗㗎啦，係佢請我哋去做保安嘅。同埋李兆光自己都講兩個地方佢哋好緊張。講啦，邊個負責保安好奇喎？你諗下啲等於你克林頓嚟，佢梗係派 team 人嚟，成堆人嚟，我要搞咁樣。你而家根本好明顯就梗係李克強周圍嗰班人話我要嚟點樣搞，咁你就全部 give way。但問題你都要 give way 係啊，其實最大問題。你問題都係你一定要同佢講清楚嗱，有啲嘢我哋唔希望你可以容忍到，即係譬如意思話。我畫一條警戒線喺呢條警戒線後邊，學生係會嘈你嘅，係會示威，係會揾某啲嘢嚟示威嘅。嚇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因為你啱啱嗌未成年前。咁但係如果佢話喂，你咁樣做啊，副總理唔嚟嘅咯喎，咁應該點搞？我哋冇辦法嘅喎。嗱，我就係話咯，如果佢嚟就係話唔該，港大女生全部着3點式泳衣，港大男生全部着條底褲出嚟，你要咁樣招待個總理，你係咪應承啊？不過你講呢一點頭先講到，即係你唔可以接受㗎嘛。曾經問過日本外交部啲人咯，我哋問佢就話你接待美國總統同中國嘅領導人，邊個麻煩啲？咁私底下佢都講俾我聽，就話呢一個即係2Z國啦嘅領導人咧，就係麻煩啲嘅。2Z國有咩點麻煩咧？佢好似話好怕見到啲示威場面啊，唔中意有聲。即係比較多要求啊，或者將個示威嘅個警戒線推到好開啊，令到即係領導人聽唔到咁樣。咁所以今次其實可以睇到就話，譬如今日報章都有話，可能根本已經即係施壓向呢一個港大校方就話，我哋一定要咁噶啦，如果唔係我唔嚟。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咧就呢個咧嗱，休息時間到翻到嚟咧，我作為舊生都好擔心啲，如果禮拜五搞到咁大，又要開會請嗰啲港大高層嚟，哇咁樣啲校友咁唔得㗎喎，會唔會搞到港大好亂咧？社會混亂咁唔和諧喎，係嘛？休息翻嚟我哋再講。